当时我是市政协委员，就是我们国家的政府它都是这样，它很野蛮，它施工野蛮，管理野蛮，它不考虑你这些。这个中共这个体制呀，它是人人都没有安全可以保证。像金融领域，所有的人都是这样，他都会就是银行行长也好，信贷部也好，他们都是最大限度的给自己捞好处，所有的案子到他手里头就是回扣，所以你要不给他钱，他就会刁难你。最黑暗的就是我们国家的公检法，尤其是法院，法院不守法，这是个普遍现象。我们国家的媒体，就是中国的媒体吧，他东边说你就要西边听，你绝对不能像他说的，他说什么你觉得哦是这么回事，不是。他现在说要搞好团结，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不团结了。所以他现在说哦你是我们自己人，那什么呢？你以前就不是自己人，现在我还在忽悠你啊，你变成自己人了。那你得从心里想啊，我更不是你的自己人了。你说我是自己人，我更不是你的自己人了。现在习近平当局他们这个倒行逆施有多么的不得人心，就是中国急需根本的改变。所以今年全国两会开幕的当天，我发了一封信，全国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都看到了这封信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就一下子把他们都暴怒吧。一个这封信呢，当时封得很紧，所以呢很恼火，专门成立一个专案组，叫616专案组。我就想起来法轮功是610专案组。我也是我们省3自的一个副秘书长和副总干事，那我是这个教会的法人。那现在呢，就是把所有的你的职务都给你撤掉，然后把我的教堂给我拆了。拆的时候就是在复活节当天拆，所以他们做的这个恶呀，你如果正常的人类，你都超乎你想象，你知道吗？他觉得这个事情我反共嘛，反对习近平嘛，所以他可能会很暴怒，他就会查跟我相关的直系的亲属。实际上不是这样，所有的跟我们相关的一笔一笔账的查，一个一个人的过。我们有些都很多年跟我没有联系的人，最近也都在这儿找我说什么事儿啊，说这个在查你。我就感觉到这个国家它不能这样对人民这么的实施暴政，任何一种为这个国家尝试做出努力的人，推动民主的人，他都会这么血腥。我觉得这个国家是没救的，所以每个人都应该站出来，像我一样。成功人士，体制内的相当多的这些官员也好，各级的这些领导也好，他们其实内心也很清楚，就是这个国家在快速的滑向灾难。